如果你覺得而家生意好好，你想成為中型企業，將來成為大型嘅企業，錯。生意做得好呢，係因為你好精緻咁樣，你揀中咗地方，揀中咗範疇，揀中咗技術，揀中咗關係，令到你嘅生意做得好好咁樣去提升。但係你記住，當你嘅客戶係接受到你而家呢種嘅服務、呢種嘅價錢，而你升呢咗去中型企業嘅話呢，咁就唔同啦。可能你嘅客戶走喎，因為呢可能你嘅成本會貴咗啦，咁你會加出嚟嘅費用亦都會貴咗。而客戶能唔能夠適應一啲比較中端嘅產品呢？所以你一定係唔可以呢將現有嘅客戶帶到去中型嘅市場、中型嘅企業，再成為大型嘅企業，你嘅客戶呢係會吃不消嘅。大型嘅企業一起步就已經係大型企業咁做，微型嘅企業一開始就係微型企業咁樣做，由細做到大嘅呢一個嘅年代呢，已經今時今日係過去咗㗎啦。因為而家係資本嘅年代，一做咧就要做大，微型嘅再變大，除非都係資本咁樣去擺落嚟嘅啫。如果冇資本擺落嚟，你根本冇可能做得大。就算做得大你自己嘅客戶亦都未必適應嘅。所以真真正正嘅，如果你係喺微企裏面做得好嘅，我寧願你開多啲微企，都唔好變成中企，呢個先係真正啱嘅方法。如果大家有唔同嘅睇法，去話翻俾我聽嘅話呢，喺留言區同我溝通。好片記得分享及留言。